各位觀眾大家好啊！等咗足足25年，珠海嘅青茂關口咧，同埋拱北關口咧，終於出一個新嘅樓盤啦，70年產權嘅純住宅類型啊，總價由100萬到200萬不等嘅，而且嘅話咧係35平方嘅一房一廳一露台啦，同埋49平方嘅2房一廳一露台，仲有64平方嘅3房一廳一露台嘅單位嘅，總價100萬到200萬喎，係總價唔係首期啊，全屋精裝豪華交表俾到大家嘅。咁然之後咧，大家可以見到前面啦，大概係800米嘅路程咧，去到我哋嘅珠海站啦，同埋我哋嘅珠海青茂關口㗎。咁嘅話咧，真正意義上咧，可以去到步行過關嘅。依家係早上大概係10點鐘嘅時間啦，非常之多嘅人已經喺呢度睇緊樓㗎啦。咁我哋入去睇一睇嘅現場先嚇。咁呢邊嘅話咧，樓下呢一笪咧，全部都係交翻俾政府㗎，全部交翻俾政府嘅，叫做鄰里中心，係按照新加坡嘅一個模式打造嘅。樓下嘅話咧，集合咗我哋嘅超市啦、濕市場啦，同埋各種唔同嘅一個商場俾到大家。呢個係民生類型嘅一個類型嘅一個商場位啦。咁其實大家都唔陌生啦，因為咧珠海好多樓盤嘅附近咧都會做翻一個咁樣嘅鄰里中心，交翻俾政府嘅。OK， 咁我一入嚟現場，同大家簡單咁介紹下先嚇。嗱，現場都非常之多人㗎，非常之多人啊！咁呢邊嘅話咧，配套就其實唔使講啦，大家都應該熟悉㗎啦。因為嘅話咧，喺拱北關口附近嘅話咧，其實佢嘅嗰個咧配套嘅話咧，都係非常之成熟嘅，係啦。咁大家非常之清楚嘅話，因為太多人啦，咁我哋就簡單嚟同大家介紹下啦。誒唔該，hello 唔該，哇！真係咩市場啊！依家珠海咁樣嘅地產市場，仲有咁多人睇樓啊！一大早，而且入邊嘅話咧，會議室都係坐滿晒㗎啦。OK， 咁就簡單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個沙盤位置啦。咁我哋依家呢邊嘅話咧，一棟嘅話咧，分為2個單元嘅，就2梯8伙嘅一個設計啦。咁樓下咧就啱先我哋大家見到嘅一個大型嘅商場啦。咁就下面圍住嘅全部都係一個商場位啦，叫做鄰里中心嘅，包括我哋嘅濕市場啦、超市啦，同埋各種商鋪咧，全部都喺晒樓下啦。呢啲係民生類型㗎。值得一提嘅話咧，就係800米嘅路程咧，就係我哋嘅一個青茂口岸啦。咁側跟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一個珠海站啦，輕鐵珠海站可以去到全國各地㗎。咁將來約莫2-3年後嘅話咧，廣州地鐵18號線嘅話咧，亦都係我哋呢個位置嘅，都會連通翻嘅。咁所以嘅話咧，呢個樓盤嘅位置係非常之好，非常之靚啊！重點係依家呢個市場咧，價錢非常之平啊，即係總價100萬起，你就攞低啦。咁簡單講一講啦，如果一房一廳一個露台嘅戶型嘅話咧，100萬嘅總價，首期嘅話咧只需要15萬，月供嘅話咧講緊3200到3300蚊左近嘅啫。而我哋周邊嘅話咧，租金嚇，依家啲舊樓嘅租金嘅話咧，一房嘅單位公寓啊，冇住宅㗎，都要去到3000幾4000蚊嘅。咁所以嘅話咧，如果係作為投資嚟講咧，都係非常之划算嘅。或者喺澳門翻工喺珠海住嘅話咧，都係非常之划算嘅。住喺呢度同埋住喺關閘係完全冇乜嘢唔同嘅，因為咧一個步行過關就可以翻去到我哋澳門，然之後翻工㗎啦。OK， 咁我哋值得一提嘅話咧，就係我哋而家目前嘅話咧，主推係一棟嘅話咧係帶有我哋嘅一個私家露台㗎，非常之大嘅一個露台平台俾到大家嘅，大家可以種下樹啊，或者係平時喺度休息下啊，出去飲下咖啡嘅話呢都係非常之正啊！呢個贈送空間非常之多啊！將來佢哋推移動嘅時候咧，係冇呢個平台俾到大家嘅，咁所以嘅話咧，大家真係要珍惜呢個機會啊！珍惜呢個機會，早少少過嚟我哋呢邊，因為佢而家未開放我哋嘅嗰個示範單位啦，但係嘅話咧已經凍資咗好多單位㗎啦，即係先揀樓層、先揀戶型，凍資完之後咧，到佢30號係啦，1月30號正式開賣咧，你就可以睇翻個價錢。如果啱嘅話咧，你就直接俾錢；唔啱嘅話咧，係可以退㗎。咁各位澳門或者係香港嘅朋友，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咧，歡迎嗱聲聯絡翻我哋屏幕上方呢個電話啦，我哋24小時都會接聽翻你嘅電話㗎。如果我哋香港嘅朋友過嚟嘅話咧，我哋仲有香港嘅專車直接喺香港點對點接送你過嚟呢邊現場考察翻嘅，係啦。咁時間不多啦，咁今期嘅節目咧就到呢度。如果大家對呢個項目感興趣嘅話咧，歡迎嗱聲聯絡我哋啊！